提摩太前書第1章，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，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，願恩惠、憐憫、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。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，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，也不可聽從荒謬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。這等事只生辯論，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，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、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。有人偏離這些，反去講虛浮的話，想要作教法師，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、所論定的。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，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誠和犯罪的、不聖潔和戀世俗的、弒父母和殺人的、行淫和親男色的、搶人口和說謊話的，並起假誓的，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。這是照着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。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，我們主基督耶穌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從前是褻瀆神的、逼迫人的、侮慢人的，然而我還蒙了憐憫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做的，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。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，這話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個罪魁。然而，我蒙了憐憫，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。但願尊貴榮耀歸於那不能朽壞、不能看見、永世的君王、獨一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我兒提摩太啊，我照從前指着你的預言，將這命令交託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。有人丟棄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。其中有許米乃和亞歷山大，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旦，使他們受責罰，就不再謗瀆了。